爆，因為大阪飛腳有12碼。哎呀，救到，翻到入，好中啊！呢啲球隊一發力就真係唔係講笑啊！大阪啲飛腳啲球迷好開心啊！曼谷連上場守得咁好，今場好似冇乜料到啊！開到就白牛影啊，白牛影爽損啊！開到就白牛影，白牛影。開波啊，仲未行翻嚟。扣到再翻到仲捉晒路啊！但係保重，大灣飛腳教練好興奮，今場輕易2粒啊！遠道而嚟嘅大阪飛腳球迷，或者好多住喺 Bangkok 嘅日本球迷，看落都大把日本人啦。有啲甚至開鴨腩啦，開按摩店啦。下半場走過同你慶祝下先啦。半場中立，下半場再慶祝。守啊守到啦，攻都唔攻到啦。喺上場曼谷未守到，但今場嚟到自己主場，不過呢個球場唔係正式嘅主場嚟嘅。正式主場嘅球場今日讓咗係亞洲杯 U20女子亞洲杯嘅大學球場，嗰個球場先係曼谷聯嘅主場，呢個係國家運動場，泰國國家隊主場，大得就係可能唔慣啊曼谷。